大家南无阿弥陀佛。下面呢，我要帮各位大家介绍师父所写的一首句子，这个很有押韵，而且看起来也很有内容。第一句话就佛的愿力不思议创造极乐难言喻，唯要众生顺佛意，临终慎重自来迎。那么这一句话头一段告诉我们说，佛的愿力不思议。什么愿呢？佛有什么愿？阿弥陀佛的愿就是要度念佛的众生，要度念佛的众生。因为他当时还没成佛以前，因地在修行的过程，他跟他的师父就发了愿，说我以后成就之后，我要用我的名号来度化苦海众生。所以他的愿就是要用名号来让众生有所依靠。那么什么叫做力呀？力量的力就是名号的功德力。因为这个阿弥陀佛成就以后，他的名号是经过他舍身舍命嘛，他用修万善万行所得到累积的全部功德，然后就放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这个名号很有力量，很有力。你看地狱的众生一念马上就跳脱了，就离开了地狱。然后所以没有一样方法能够说让在恶道的众生一念佛就解除他的痛苦，没有，只有这个名号的力量才能办得到，才能做得到。所以说佛的愿力，愿跟他的名号功德力是不思议的，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能够去想象到的问题。所以说不可思议，创造极乐难言义啊！他用他的愿力，他的慈悲，然后成就了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用话来形容来表达的。那个地方太快乐了，太幸福了，没有一点点痛苦，任何痛苦都不会产生。所以我们才叫做极乐。极乐是极端的，极端达到了极点的快乐，所以才叫做极乐。所有的人在那边，大家都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友爱。到那个地方，我们跟佛的寿命都一样绵延长久的长长久久的，那个身上的光明也是无量无边。所以那个地方你要吃穿住要去到任何地方，食衣住行都太方便了。你只要意念一想，马上就出现。所以极乐世界不是用话能够表达的。他说唯要众生顺佛意你怎么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呢？我们如何达成我们的愿望，顺利的能够往生在极乐世界？他说众生顺佛意，大家都一定要顺从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什么？叫我们念佛吗？我们呢，按照他的意愿好好的念佛，不要去违背大家他都有资格可以往生，佛呢就一定要救度你了，救度你。所以说临终慎重自来迎，在你临命终的时候，因为你有念佛，那么诸佛菩萨、观音菩萨、势至菩萨他主动的就来给你接引了。到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娑婆世界，往生极乐净土，非常逍遥自在，能够听经闻法，成就道业。师父把这一首的句子要送给大家这里头的主要用意就是让大家明白，佛是念佛就是靠佛，念佛就是救度法门，是这尊佛要来救度。不管你过去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他愿意用这个名号来救度你。只要你相信，不要怀疑，个个都能往生。谢谢大家，一定要记住，多念佛，多念佛。感谢，南无阿弥陀佛。